大家好，我刚刚读完了 Chinese 2002在 UGA， 这个是我第一个学习在 UGA， 我学了很多我觉得我学了很多，因为我现在会读也会写很多新词，每个章节也学了很多知识我第一次读本科是47年前47年前跟现在很不同。我最大的条件现在就是用电脑来查考资料跟还有要交功课，上网去交功课，那个是很大的条件。第二个条件呢，就是我花了差不多1个月去读第1到第5课还有我觉得这个学习的考验很值得，因为我现在能够在去中国商店能够看很多认识很多字，还有认识很多字在我的经文。我觉得这个学习的重点对我来说不是单是我的我的考的程度是怎么样，可是我学到这几多字非常常常复习对我来说跟去上课是对我来说最大帮助我成功的结果。要是我再选择这科呢，我就应该读第一学习先才上这个第2学习，我觉得就比我来说比较容易。这是我今天的分享。